好，我是金一涵，我现在在 Kiva 数字出版公司，这里有神奇的数字书，跟我一起去探秘一下吧。Kiva Digital 公司在新西兰，它制作的数字图书在中国很受欢迎。比如米粒茉莉系列图书，它们可不是简单的图书。当读者扫读单词群或句子的时候 ，Kiva 的同步发音系统可以精准到单词。这么神奇的数字书，小记者们玩得停不下来。不过，他们今天的任务可是要做自己的软件，讲述自己的新西兰之旅。在工程师 Steve 先生的指导下，他们拍下了第一页的合照画面。接着，他们又选出最想在新西兰做的5件事。这个，好。由于每个人想做的事情都不一样，简直是选100件事都不够的节奏啊！最后，他们开始了配音。奇妙之旅是我们在新西兰最棒的经历。看看一个个小伙伴认真的模样，是不是很期待软件最后是什么样呢？电视机前的小伙伴可以在 App 商店搜索"你们真棒"，即可下载小记者团的专属软件哦。搜索 Kiva Digital 还可以下载更多有趣的数字书籍呢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谢